宽松的政策的，很宽松政策。你们在那边办手续就更容易。第二，我们大陆的政策是欢迎台湾同胞回大陆移居到大陆，是吧？他在大陆长期居住在大陆，这个你们如果有这个想法，可以向当地台办申请，是吧？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办理，那就时间长一点了，1年2年了，是吧？3年了，或者永久居住都可以的。现在政策非常欢迎台湾同胞，是吧？你可以办半年的，办1年的，办3年的，或者永久性的都可以啊，是吧？你都可以啊，所以要申请。如果你们有困难，我们广东、福建，包括到我们湖南来，我们可以帮你们办，是吧？可以帮你们办，所以这是首先还是要取得，因为这个各个国家的户籍管理啊，它是很严格的。它为什么要管理？因为你一下来了几十万人，我们国家，那就他就一下准备不来呀。就你比如说整个这一个镇里面来了几万人，镇里的道路啊，这个医院啊，各方面就学校都没有准备好啊，他就怕影响你们来的利益，并不是我们怕我们自己受损伤，不受或者影响，不是的。他主要要考虑我们来的外国的或者港澳台的来的朋友来，要保证你们的利益，保证你们的安全，所以这是第一位的，是吧？你来了以后这个乱糟糟的，那不行啊，证明我们工作没做好啊。所以你看我们中国的文化很讲面子的，很讲礼仪。这个面子是什么？中国是很讲礼仪的，是全世界最讲礼仪的民族之一。就是我们现在这些不孝子孙，因为没学经典就不懂礼了，是吧？所以你们来到广东、福建，你就是3个月再签一下，3个月签一下也可以。你办一个永久性或者长期1年、2年、3年的也可以，好吧？这个时间长。第二，我还是讲，你就来了以后，你就几种形式。一个呢，你或者我们这个大陆这么多亲戚，这么多朋友，是吧？你就以办证的时候，你可以以大陆的人来办证，就很顺利很快嘛。因为我们在文化教育上呢，现在不那么对外开放，是吧？这是国家有这样的一个政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怕你们招了学生，搞3个月你就跑掉了，那么家长呢？或者特别有些收学费的，你把学费一收就走了，家长一告，他是搞政府啊，你政府没作为啊，为什么这个人来办学，你都没有管理好，是吧？他收了钱就走掉了，所以政府你一定考虑啊，我们传统文化一定考虑对方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不可从对方考虑，总是怪政府怎么样，政府他有他的难处的，是吧？所以我觉得你们要来，最好你比如说福建、台湾这个广东某，有没有朋友，你就我们长沙也有啊，是吧？我们某幼儿园就是台湾朋友在做的，但是以我们大陆这个办好证的，是吧？你就长期在这里可以教学啊，是吧？这个可以啊，反正我们只要实现目标，是吧？遵守大陆的法律。很多方式都可以，好吧？谢谢林老师。好，最后一个问题，好吧？最后一个问题。刘院长你好。对，我来到长沙呢，我感觉长沙呢，它是一个文化呢，就是很发达的地方，无论走到大街小巷，或者是名胜古迹，甚至我们的教学呢，会感觉到它浓浓的那个文化气味。就是说我想知道，就是这个文化的话是怎样在这边这样传递的。而就是反观我们那个西部的中小城市呢，甚至那个什么那个人们的心中的那个国旗这2个字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都怀有很大的疑问。
就是我们那边呢师资呢比较欠缺，我想就是希望呢，我就说能不能把文化的圣火传递到我们西部，让我们西部的人跟你们这个发达的城市、文化城市一起学习，一起进步，一起接受圣人的经典。谢谢。我看我们这个班总结我就不总结了，听到我们这位老师贵姓？啊？姓郑。郑嘛？哎，对。郑老师的今天的提问，我看这个班人人打100分，是吧？是的。第一天晚上他提问，中途卡住了3次还是4次，他说我太激动了，说不出话来了，是吧？记得吗？好，回去的路上我就和他说，你一定说不出来话的时候，你就马上就要停住了。怎么结束呢？我想你只讲谢谢，我今天看到这么多有学问的，有大德之人，我太紧张了，所以我就谢谢了，太紧张了，你就结束了，不要说了。第二句话我就告诉他，不管在什么场合说话，你要充满自信。第二呢，你要有准备好。第三呢，你要想什么说什么。不要紧张。你看今天我们通过4天培训，是吧？好，我们掌声献给我们郑老师，是吧？确实这个培训一下非常不错，并且提出这样的高水平的问题，是吧？我再一次鼓励他啊！好，那么你提得很好，请说。我们湖南或者有文化的省份很多啊，那么安徽啦、湖北啦、江西啦，包括广东啦，是吧？河南中华文化发源地，北京那是多少个朝代的古都啊？西安也是2朝古都，南京、江苏几朝6朝古都。我们中国文化你要去挖掘多得不得了。我们湖南呢，我前面讲了，为什么有这么文化厚重？就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就是书院，书院多。湖南我不是讲了，唐朝全国40所书院，湖南就有8所。你看在全国的多少？40所在8所，1/5吧。到清朝，湖南多少？280多所书院。你去看看全国多少，是吧？所以湖南这个有文化基地啊，它有这个书院。书院是哪些人啊？教经典的。所以经典的教经典的人多，文化传承就好。你们那里贵州呢，教经典的人太少了，书院太少了，所以你文化底蕴就薄一点。我们赵老师来了啊，赵园长。我们赵老师大家都认识了吗？赵立斌老师非常优秀，我们掌声感谢啊！赵老师非常用心呐，所以我多次讲，赵老师你要好好来学习一下。你们2位回去就是种子了。你们赵老师带了那么多幼儿园，马上办第1所，马上办第2所，是吧？你看今后你培养了那么多学生，办了那么多经典幼儿园，到时候你还办个经典小学、经典中学，还有经典国学院，是吧？那就更好了。并且我赵老师说了，我讲你那里派老师到我这里学习，我帮你培养。另外呢，我招的弟子多了，学了国学以后，我动员2个弟子到你贵州来当老师，当经典老师。我就是通过很多途径啊，我们在座的各位，包括我们台湾同胞，都帮助西部发展文化、发展经济。我们全国是一帮棋，东西部都要发展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个最后呢，我还有几个事情啊，向大家讲一下。有一个大家你没提，但是呢，我知道有这个
在私下里有几个老师向我提了，这也是我经常提醒的。一个是有几种关系怎么处理好。我第一个讲一个，我们推广经典教育要处理好5大关系。我经典世界关系我只讲2个或者3个几句话啊。第一个关系，我们经典与学校教育部规定教学内容的关系，这个你们要处理好。就是我们经典教育与国家教育部规定的教学内容的关系怎么处理好？我的几句话你们记住就可以了。第一，国家教育部规定的教学内容要坚定不移、不折不扣的要进行贯彻执行。第二，我们经典教育的内容要融入国家教育的各门学科中去，这不是我说的，国家文件有的，要融入各门学科。第三，适当调整国家规定的一些学科的课时，适当调整，把经典教育加进去，是吧？在保证国家规定的内容的前提下，把国学经典5大经典加进去，是吧？这是，所以我就讲了2句话，你们可以回去宣传的。经典教育是国家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，没有矛盾的。你也不能代替它，你也不要说啊，你国家的内容都不要搞了，用我经典来代替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这个是他们的那个国家教育重要组成部分。你看国家有文件了，各个都要读了，教育部有文件，中国中央有文件了，重要组成部分。第2句话，经典教育是最重要的素质教育，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就是我们素质教育的重要。现在教育部、国家都在抓素质教育吗？经典教育是最好的素质教育，是最好的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你看，有文化功底、行为习惯、道德品质、人格，这不是素质教育的核心吗？关键吗？是吧？所以你这个关系你要去宣传，教育部门啊，其他的人就不会发生误解了。第2个关系，经典教育与宗教的关系，这是大家要掌握的。我们台湾同胞、香港同胞好多有些不了解，好像还是一些想法，是吧？或者有些害怕，不要害怕。第一，我有几句话，是吧？第一，我们国家、我们政府非常重视宗教工作，这是我们大家知道。你看，我们昨天有几个朋友到南岳去，我也陪他到南岳，我就用了几句话概括：整个南岳山是勐山的寺庙，勐山的道观，勐山的文化。一个山里面10几座寺庙，那么多道观，那么漂亮。光是南岳那个地方，过去就有5大书院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想要在南岳要恢复一所书院，儒释道。你看寺庙现在是10几大寺庙，道观是5大道观，现在又保存完好的5大道观，香火旺得不得了。书院呢，一个书院都没有，5大书院全部倒掉了啊！我们张部长，我们都在一个，我们梁总啊，我们房主任，我们就想，我们张部长的很清楚，我们班长就是当地人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恢复书院。你看我们重视佛教，重视道教，重视我们儒家文化还重视。你看国家很重视宗教，各大寺庙装修金碧辉煌。你到西藏拉萨去，都是金子装的，国家拿多少钱多少亿来装，所以这个政府很重视宗教。第2句话，
我们所有信教的朋友都可以来做经典教育工作。所有信教，现在我们大陆允许的，国家政府允许5大宗教：基督教、天主教、伊斯兰教、道教、佛教。其他的教我们大陆不允许。为什么？这5大宗教啊，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，传承下来的，是吧？有很多好的教规，对社会发展起着很好的作用。因为我们大陆的是不同，因为人太多了，有些文化层次有些不高，所以你要允许另外一个教派出现啊，就怕搞乱。所以政府他最怕搞乱，另外的5大宗教也可以了，是吧？也有这种因素，是吧？你还有一个儒家文化，儒家文化我们在大陆不叫做儒教，在香港叫做儒教，是吧？本身就是一个思想体系，是吧？本身就是个思想体系，你可以信孔子，我们讲，你口头上不讲儒教，实际就信的就是孔子，儒家思想，儒家，是吧？所以中国我们大陆是叫做信教自由，你信这5大宗教，儒家那是核心的中心的，你信哪